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即马2024的总统大选结束啊。民进党热情调伫选举了后的国际记者会讲，健保会改革。卫福部长试水员张辉讲，未来有2个重要的议题，包括健保法修法会召开大型的会议，组织社会共识。那另外一个是优先处理人工生殖法的修法。 2024大选结束，热情调伫国际记者会表示，会针对健保做改革讲达建议。卫福部长试水员14受访表示，牵涉健保法修法议题，会举办大型会议，引导社会共识。比如健保资料库的自处利用，因为欠缺告知监督机制，去年互宪法法庭宣告违宪，所以会有专法来规范。 针对全部的这一个健康福祉方面的一些资料库的2次利用，就是它的涵盖范围就可能不只是健保的资料库，那我们要把它定出规则出来。另外，这摆部分区的会，民众党2位药师成功进入国会，药师工会专联会表示，希望先和药师立会优先提出药品独立健保总价议题，不止因和每年700亿药价差透明化，也抑制医师诊疗费甲护理人员薪水过低这问题。医界长期在诟病的，他们的诊潮会偏低，700亿让它透明化以后。 医界诊潮会不足的部分，我们会做一个弥补。因为新国会3党无过半，试水员强调，3党团关心的人工生殖法修法，会列为优先处理的法案之一。医师人员总量管制执法，因为这边医师人员需求变化，滥用法规来限制玩家，可能无法度因应时势变化，保证维持可行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